向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要只是依照选择的道路，伊要安然徛起，伊的雨会要承接土地。这时阵，咱做伙来吟诗，圣诗52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我要感谢你，因为有你的拣选，阮才会当得到即个福气，成做你的儿女。透过主耶稣降生来救赎阮，保护阮，互阮有平安。今仔日，阮才会当甲众兄弟伫圣殿来敬拜你，用懊恼感谢的心，要来献上阮家己。感谢的心伫你面前，愿你来扶持带领阮，愿你的圣神这时临在伫阮的中间来引带阮、启示阮、开阮属灵的眼光，会当看透万事，通将一切的主权拢交互主来掌管阮。主啊，你是怜悯的主上帝，阮也要来到伫你的面前来认罪，因为当阮拄着人生无法度通做的时，真侪人为着家庭的亲人病痛中伫祈祷，爱得到医治，但是无看到效果，甚至烦恼甲毋知影要安怎。也有人为着婚姻伫祈祷，爱有好的对象，但是无看见迄个亮光，无看见好的对象。有人为着事业，为着工作，为着服侍会当顺利来进行，但是一切的事拢无法度照心来所想，超凡袂定，有真侪事拢无成就。有人拄着亲人的死失，陷落伫苦境，毋知影要安怎行，甚至失去方向。有侪人为着阮的国家的安定伫祈祷，但是阮的台湾即个土司伫国际上受到控制，互人的心真不安。伫阮的政府伫做改革的时阵，有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陷落伫痛苦的内底。主啊，只有你是阮的倚靠，但是当阮看见遐尼侪的事，心神软弱，失去方向，
毋知影要安怎行的时阵，甚至会离你远远，失去信心，无盼望，落入伫惊吓甲无平安的苦境内底，甚至埋怨上帝，你是伫倒位，哪会无听到阮的祈祷的声音？感谢主，今仔日阮阁会当到伫圣殿，透过阮所敬爱的蔡牧师，要将上帝的话来传讲互阮，互阮要安怎知影拄着惊吓的时阵要安怎行？主啊，求你着赦免阮一切反悔光主的人，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阮一切无人知影的罪过，互阮有圣洁的心，要来服侍主，要来专心倚靠主。得到你的引带，你也掌管阮一切的祈祷，人生的方向拢会通得到你的扶持，互阮有气力、有勇气来面对头前的路。伫灰暗中、伫试炼中，因有圣神的同在，阮会通得胜。伫苦难中有勇气继续跑走，愿你的圣神就帮助阮，互阮用着圣洁的生活来行头前的路站，互阮的服侍会当成做荣耀主你名的所在。主啊，求你的圣神这时就伫阮的中间，帮助阮每一个人安静阮的心，来领受你话命的话，照你的圣神来带领阮头前要行的路。当阮的祈祷无够完全，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伫诗篇后壁面伫27篇，启用文27篇，我来启用文27篇。耶和华，我对深渊求救你。主耶和华，你若救砍罪恶，是水徛画条。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神在听候。我的心神听候主，比酒惊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着仰望耶和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这阵咱阁起立来吟诗，吟圣诗27首，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这个时阵，咱要请嘉南诗班来带咱献诗。
这时阵，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有3个所在的圣经节。第一位是约翰福音第8章32节，第2位是诗篇56篇3到第4节，佮第3位是约翰一书4章18节。检查会较紧所以请咱来显。第一个所在伫约翰福音第8章32节。恁爱知影真理，真理要叫恁得到自由。过来第2位的圣经节是伫诗篇56篇第3节到第4节。诗篇56篇第3节到第4节。我惊吓的时阵，要倚靠你；我倚靠上帝，我要学了伊的话。我倚靠上帝，就无惊吓。迄去的人会当甲我安怎咧？第4位的圣经节是伫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4章18节。约翰一书第4章18节，听内面无有惊吓，听既然完全，就将惊吓除去，因为惊吓内面甘着刑罚。惊吓的人伫听的内面袂得到完全。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时阵，咱要请咱的蔡主任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接续要用几礼拜时间来讲这个主题，就是惊吓。惊吓的道柄就是平安，就是自由。所以牧师期待讲，伫这个分享这段信息的过程中间，大家做伙来祈祷，咱恳求圣神伫咱中间同工，会当透放咱中间真侪受到惊吓、烦恼、忧愁、困迫的人，互咱会当对这个中间得到自由。咱知主耶稣有一句足出名的话，叫做“既若劳苦担重担，会当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特别咱知影，即马旧历年拄好是7月份台湾人来称作鬼月但总是咱来改称做平安月。其实若有上帝甲咱同在，咱日日拢会平安，月月拢会得到喜乐。所以咱要领受这段信息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安静，要来领受你的话。主，你亲自对阮讲话，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你亲自将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有智慧来明白你的话，也透过安尼来得到利益。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仔日首先要先来分享到底惊吓有好无？还是讲咱若拄着惊吓，伊产生的原因到底是安怎？有一寡原则会当帮助咱去面对咱生命中间的惊吓。咱今日先来讲一寡原则性的概念，然后牧师会用三个礼拜，甲大家做伙分享，有一寡具体的方式，安怎去面对这个惊吓。首先，咱先来看惊吓到底敢是一件好代志。其实，咱也知惊吓是上帝赏赐咱人生的一部分，无完全无好啦。问题点是在伫两个方面。第一项就是讲，咱惊吓的对象爱正确。咱袂当无惊，若一个人拢袂惊，伊就无法无天啊，对无？惊吓的对象爱正确。圣经逐咱讲毋通惊人，因为迄个人只会当伤害咱的肉体，袂当杀灭灵魂。但是爱惊的是啥？即只惊意思是讲敬畏爱敬畏的是上帝，只有上帝有迄款权能，会当将人的肉体甲灵魂拢投入地狱。这段经文是耶稣咧鼓励伊的门徒，当因去传福音的时阵，因会面对真侪来自人的迫害，
耶稣讲毋通惊，因为人只会当伤害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人无法度。反倒转吼，爱敬畏上帝，爱自信来看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是一个全能的审判者，所以咱爱知，当咱惊吓敬畏的对象爱正确，吼，若无咱会陷入伫这种惊吓所带来捆绑。咱理解就是讲，但是偏偏吼，咱大多数的人吼，介绍无啥惊上帝，拢足惊一寡代志，拢足惊一寡人，吼，所以咱才爱调整。第二项，就是讲适当的惊吓吼，其实对咱来讲是好，吼，为什么？因为惊吓吼，适当的惊吓会当帮助咱避免危险。若一个人戆吼，出去路拢黑白行，吼，真容易发生危险嘛，对无？咱只过车路的时阵，有车伫遐走来走去，咱都爱做注意，因为一个人惊讲叫车弄着，所以伊咧过车路的时阵也真细腻，所以惊吓会当帮助咱避免危险。但是若超过分去惊吓，惊较讲我连出门都毋敢，连过车路都毋敢，安尼就过头去。所以就受惊吓的束缚，所以对象爱正确，反应爱适当，安尼即款的惊吓对咱来讲是好。但是偏偏咱软弱的人性，对象拢无正确，反应佫过头去，对到咱受到惊吓的束缚。惊吓会带来啥物款的影响呢？第一项，惊吓会限制你的能力。咱台语有一句话讲。惊袂着顶，对无？讲你要去比赛的时阵吼，你若头去就真惊，看到对手哇，遐尼强、遐尼大、遐尼牛，你一惊吓吼，就输一半呀。所以惊吓会限制人的能力，会影响咱的效率，甚至会互咱失去机会。因为有一寡人惊失败嘛，过去可能有一寡失败的经验，惊失败，所以就毋敢无理想，失去理想，直到咱无法度伫咱的生命中间做佫较侪有意义的代志，所以伊会限制咱的能力。第二项，惊吓会破坏关系。咱看创世纪第3章，一开始咱就看到讲，人受到罪影响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惊吓。咱看人犯罪了，上帝伫迄个爱电龙咧行的时阵，伊咧叫这亚当。叫阿东来回答讲：我听见你伫园内咧行，我就真惊吓，所以我就眯起来，因为我赤身裸体。这就是人犯罪了、受到罪影响了的一种反应。惊吓是来自讲我失去上帝甲上帝同在所产生的一种感觉。所以因为我违背上帝的法度，所以我会惊吓。咱看到，当人惊吓了为着闪避责任咱看阿当甲夏娃拢将这犯罪的责任撒互别人嘛。夏娃讲这是啥物人叫我做，蛇叫我做的嘛。阿当佫怪较济怪夏娃，佫怪上帝为啥？伊讲是你啦，我创造迄个人叫我食的。所以一个人若惊吓，为着推卸责任，伊有可能会破坏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因为人甲上帝的关系已经破坏嘛。所以咱看见有真侪人伫感情顶面受到一寡挫折，就产生惊吓的心。伊想讲我惊有受伤害，所以我就起一道墙，把我保护起来，甚至起一个城堡来包围起来。认为讲安尼我就安全啊。实际上，咱来理解，惊吓的人无法度去疼别人，伊嘛无法度去领受疼，得袂着疼，因为惊吓互人袂当真实伫迄个关系中间成长。所以伊会破坏关系。第三项，惊吓会带来捆绑。惊吓，互你无自由，互你受到真侪禁区的捆绑。咱知影咱台湾，即个旧历7月有真侪禁区嘛。这禁区就束缚人的心，比如讲，袂当搬厝，袂当嫁娶，佫半暝袂当拿衫，因为惊衫伫遐摇来摇去，惊去人惊着。台湾人有真侪禁区像因为后礼拜是阮后生
18岁生日，所以我前几工就拍电话去订一个餐厅，讲阮全家要去遐自餐，我就来讲阮当时要去定位，迄个定位的小姐就问讲你有几位？我讲阮厝有4位，伊就讲3+1，因为袂当讲4这个字啦，有欠算啦，有禁忌啦，这就是咱人受到这惊吓的束缚，若束缚到最后，咱就失去平安，夺走你的平安啦。咱人心中若惊吓，你心中就无平安嘛，无平安就无喜乐嘛。我是感觉咱台湾人伫迄囡仔细汉的时阵，咱这时代咧教咱的囡仔拢用吓惊的，所以咱台湾人拢是用惊，至少我啦，用惊大汉的。细汉的时阵，时代人讲手袂当举啥，你有若是用惊大个，所以举袂着耳孔会去用挂落来，食饭若食无清气安怎？会传了我所以我拢食足清气，袂当食鸡骹，因为安怎？会拆册，对无？暗时若无要好啊困，有一只虎姑婆会走来惊，会来食。想讲一个囡仔伫咧困袂去啊！你甲伊讲有一个虎姑婆要来食你，你敢会困会去的？所以咱自细汉拢用惊大汉的啦。咱生活伫即款的环境、即款的社会，就是心中无平安。所以惊吓的可怕就是安尼啦。所以咱来理解讲到底造成惊吓的原因是啥物货？咱来设法找一个原则性的方式来，互咱脱离即个惊吓。所以接下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惊吓所产生的原因。虽然咱每一个人伫人生中间，拢会拄着逐项无共款的原因所造成的惊吓。有一个美国的作者叫做 Michael Lockins， 伊写一本册叫做《咱人生中间的惊吓》，伊有列出130几项的项目的惊吓。咱简单来做一个整理，来分做3类。今牧师甲大家来分做3类。第一类就是因为无知所引起的惊吓。无知就是讲咱都毋知影即件代志，对即件代志无知、无知识啦，所以咱会引起咱的惊吓。举一个咧，古早人看到迄个日食对无？咱今知影日食对无？日头较拢暗去，拢无去。天顶有一只狗，但即只日头食去，所以这个时阵人就安怎？厝里就摕话鼎会当发出声音大声的就出来讲，讲互即只狗惊着走去，结果安怎？每一遍拢成功，因为过无偌久日头佫出来，所以大家安尼对，因为惊吓产生即款的风俗，后来这是因为无知性嘛，后来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咱知原来是地球甲日头中带月亮起来炸咧，所以暂时性咱看袂到日头，所以即马咱看到囡仔即马少年囡仔拢拄着日食的时阵，因拢摕迄个底片用迄快乐的心情来观察，对无？无知引起的惊吓。我记我细汉的时阵有一遍，我甲我的表哥因咧耍迄个米烧炊，我找一个所在做安全，我认为做安全米伫迄桶厝内底，我迄阵拄咧食迄个橡泥糖，口香糖啦，食，我其实阮表哥早就知影我米伫内底所以伊故意要我惊，佮拍开门佮吓一下我惊着迄口香糖都吞落去啦，吞落了阮表兄老讲你这样你会死所以我迄暝遐烦恼讲毋知敢会死啊。第二天佫烦恼敢会死烦恼过6天这是无知识引起的惊吓嘛其实咱知影真济咱伫民间的风俗中间有真济禁忌，拢是无知所引起的惊吓，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未知引起的惊吓，就是讲咱对即件代志毋知，咱也毋知伊会安怎发生，所以咱会惊吓。
即个无知无共款哦，无知是无知识哦，未知是咱毋知伊安怎发展吼。比如讲，咱到一个崩坑头前，崩坑内底暗嘛，咱会惊嘛，因为毋知内底有啥物物件嘛，吼，究竟有啥物物件会咱伤害，所以咱伫迄个崩坑头前，咱会惊，后尾入去崩坑，咱会烦恼。佫举一个咧，比如讲大部分的人对伫死亡拢会惊吓嘛，因为毋知死了会变安怎。而且咱身躯边佫无一个人讲死了佫活转来，咱讲死亡是啥物款的代志？所以咱家己想嘛，想济了咱就会惊嘛。对这未知的代志，有可能引起咱心中的惊吓，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是因为经验所引起的惊吓，有一寡人被某物人，还是讲某项代志所伤害，了后对即款的代志，伊就会惊吓嘛。所以咱华语有咧讲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叫抓家着了，连迄个看起来亲像抓的物件，伊嘛会惊嘛。我细汉，阮阿嬷有饲鸡仔，我有一摆伫咧店内底饲鸡仔我足细汉的时阵有一天毋知影怎走去店里拄叫鸡仔围牢的啦，迄毋知鸡母啊鸡公开始来追一直要毒啊我会记得迄边地方更叫规群鸡仔安尼围攻啦所以我自细汉到大汉到即摆我看到迄喙尖尖的物件，会惊啦。迄影响足大的所以较大汉了，我报仇拢来食好了即款经验无一定是家己的啦，有可能是别人来讲的，咱就接受啊。所以咱有出个传承拢是安尼无一定家己的经验，别人来讲咱就接受所以咱的惊吓咱来分做这三类有的惊吓是这三类的混合，无知、未知甲经验所以咱就陷入真大的困迫中间。咱拄则有讲过，惊吓会限制咱的能力，破坏咱的关系，互咱得到困迫，互咱失去平安所以咱来理解讲，到底有啥物款的方式，互咱会当避免这个惊吓。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个对付惊吓的原则今日要分析迄个原则上的咱接续后面较要甲大家分享一寡实际上的第一项要克服即个无知引起的惊吓就是要有真理啦咱拄则讲过，第一个引起咱惊吓是因为无知嘛，所以咱需要有真理因为真理会当对付迄个因为无知所产生的惊吓。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圣经来讲，恁的确知影真理，真理会当互恁得到自由啦。意思讲，当咱得到自由、得到透放了，咱就无受伊捆绑，就无迄个惊吓。当你明白真理了，真理会当互你对惊吓中间得到自由。真理若亲像光同款，将一寡无知的代志来照互清楚。所以当你明白真理，真理会互你对惊吓中间得到自由。像拄则讲迄个咧，咱古早人毋知影讲日食所发生的原因，所以会惊吓嘛。当咱知影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咱知影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所以心中就袂惊吓嘛。所以惊吓亲像光同款，照亮迄黑暗中间。我过去伫南部教会咧服侍的时阵，暗时拢爱去巡教会有一遍因为巡教会我拢无，因为足麻烦的，无来迄所有的电话拢开嘛我就摕一个手电伫遐巡有时用手机迄个手电筒去巡有一遍巡到迄个礼拜堂开看到有人跪伫迄个礼拜堂头前刚伫遐咧祈祷，佫有时仔小的声音嘛毋知咧讲啥物货。我远看去，看起来无像人因为遐伊跪咧头足大粒我讲我这到底是啥物货？我心中惊一条赶紧去电话拍开，原来是即个。
无关，所以有一寡声音。所以牧师咧讲就是讲，真理就亲像光同款。你若电话来拍开，你就知影讲这毋是啥物款妖魔鬼怪。所以咱就爱明白真理。其实咱生命中间有真侪惊吓，拢毋是真诶啦。爱用真理来挑战。真理是啥物货？真理就是真，就是真实，就是确实的道理。真理是代表无共款的范围中间绝对的真。咱拄则讲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真理嘛，数学有数学的真理。所以咱面对真侪无知的代志，咱都爱用真理去对付。信仰嘛有信仰的真理，伫信仰中间，上帝的话就是真理嘛。圣经同咱讲，全部圣经拢是受上帝灵感所写，对伫教导真理、指出错误、纠正过错，只是人生的正路，拢有利益。所以上帝的话就是帮助咱去明白信仰顶面的真理，咱就袂受其他的一寡欠算、一寡代志的影响嘛。咱若常常读上帝的话，咱就当得到智慧去除掉一寡因为无知伫信仰顶面无知所产生的惊吓。咱看保罗先生安怎讲？伊讲，既然恁已经甲基督共死，就是讲受上耶稣基督的救赎，甲基督共个活了，就摆脱遐个心术之灵嘛。恁为虾米甲世俗的人同款，继续守袂当动这、袂当食迄、袂当摸这即类的禁忌嘛？所以当咱受耶稣基督拯救了，咱知影天父上帝疼咱，透过耶稣基督，互咱得到完全的拯救。所以世间所有的这伫信仰顶面的禁忌，甲咱无关系。咱互耶稣基督已经拯救，已经得到自由。所以伫信仰中间，耶稣就是真理嘛。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我是世界的光，跟对我的，就无伫黑暗内底行，的确得到生命的光嘛。”所以咱若跟对即个光去行，咱就当看清楚啥物是伫信仰中间的真理，就袂去用煽动，就袂即个信仰顶面就无惊吓嘛。所以只要你愿意，咱求一件事，互耶稣基督迄个真理的光照来咱的生命，咱就当赶走一切心中的黑暗甲惊吓。这是第一项。咱来靠真理去对付遐个无知所引起的惊吓。若要对付未知所带来的惊吓，就是第二个秘诀，就是信心嘛。信心会当对付因为未知所带来的惊吓。圣经同咱讲，爱常常摕着迄个信心的盾牌，通好恁会当抵挡迄个邪恶者所射出一切的火箭。这是对咱人讲讲撒旦真爱用真侪惊吓的思想，亲像箭咧来咱射啦。所以这个时阵你要摕一个盾牌，这个盾牌是啥物？是信心所做的盾牌，来抵挡伊，互无受到这个你都毋知影来你影响，抵到安那？抵到你对上帝失去信心。所以圣经同咱讲，我惊吓的时阵爱倚靠你，我信靠上帝，学了伊的应允。咱来注意，这内底有两个真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信靠上帝，学了伊的应允。意思讲，上帝伊答应咱的代志，伊应允咱的代志，咱如果信靠的话，咱的惊吓就会消失啦。咱就无任何惊吓。譬如讲，拄则有举一个例，有人对死亡的代志真惊吓，对无？因为咱毋知影，咱肉体死了后会安怎嘛？但是圣经明明来讲，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伫肉体死亡了后，会等于甲上帝的怀抱中间。耶稣已经替咱备办好的所在嘛，伊阁要来接咱去到迄个所在。这是伊的应允啊。虽然咱还未拄着，但是安怎？咱用信心起来接受，因为相信，咱就无惊吓，咱就自由嘛。所以信心会当将即个惊吓来去除掉。独独对耶稣基督的话语应允中间，
咱会当领受教义的信心。所以对入未知的代志，咱用信心，对上帝应允的信心来面对。最后一项，咱面对人生中间真侪只挑战，有一项会当帮助咱克服惊吓，就是疼。疼会当对付真侪无共款性质所产生的惊吓，惊吓会限制你的能力，但是疼会当破除这个窒碍，提升你的能力。圣经中间讲，有疼就无惊吓，完全的疼就去除掉一切的惊吓。所以，迄个有惊吓就无完全的疼，因为惊吓甲处罚是相关联的。而且惊吓伫希腊文中间，这个字是敬畏的意思。意思是讲，即句话的意思是讲，疼甲惊吓是无可能同时存在啊。你无可能疼一个人，这个人佫互你惊伊，袂啦。所以咱面对上帝就是安尼，咱知影上帝疼咱，所以咱心中无任何惊吓。所以伫遮有两个真重要的信息，甲咱讲。第一，就是咱爱接受上帝互咱的疼，去除掉迄个惊吓刑罚的恐惧。伫即段中间，即个惊吓即个字，其实是甲做奴才有关系啦。做一个奴才，咱知影伊是每一工拢生活伫惊吓中间。伊惊做毋着啥物代志，叫主人处罚；伊惊做毋着啥物代志，主人将伊卖去一个另外搁较歹的主人，互伊生活伫一个恶劣的环境中间，所以伊心中拢会摇摇煞，会惊吓啦。但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毋是奴才嘛，咱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嘛。咱知影，无一个真正疼囝儿甲查某囝的父亲，会互伊的囝儿甲查某囝生出惊吓的心嘛。一个真正有疼的老爸，是互伊的囝儿看到了，会当得到安稳，会当得到安全，无搁再有迄个惊吓的心灵出现嘛。所以咱的天父甲咱讲，只要咱行踮伫真理中间，兼且有时咱会做毋到代志，但是总是如果咱也愿意认罪悔改，上帝会赦免咱。所以咱伫上帝面前，只有领受满满的疼，无任何惊吓。所以伫主的疼中间，咱毋免烦恼有任何刑罚。然后，当咱接受上帝的疼了后，咱就爱分享咱的疼。分享对上帝来的疼，会带来一种快乐。这种快乐会当超越咱所面对的困境的惊吓。伫约翰一书的作者，伫这个所在，为咱带来一个上介好的信息，就是真实的疼会当产生真大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当将咱心中的迄款的惊吓排除掉，互咱心中有真正真正的平安。咱看见着伫真侪灾难中间，真侪父母伫迄灾难中间去抢救伊的囝。咱看到有即个新闻报讲伫咧大火中间，老爸老母冲入去迄个火场，把伊的囡仔冒出来。为虾米伊有即款的快乐？敢讲伊袂惊？伊当然会惊嘛，但总是伊心中对迄个囡仔的疼，超越过伊心中的惊吓。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感谢上帝，互咱有一个教会生活，互咱伫遮会当彼此相疼，因为彼此相疼的缘故，所以咱会当产生一种面对生命中间困境的即款的快乐。所以今仔牧师甲大家分享3个原则，就是第一项是用真理去面对无知所产生的惊吓；第二项是用信心去面对未知所产生的惊吓；第三项是用疼去面对咱环境对咱所产生而且影响甲惊吓。这3个原则，咱好好来操练。过几个礼拜，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圣经中间所讲一寡较实际，面对即款邪恶溃烂的攻击的时阵，咱要安去处理甲面对。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来透帮阮。
愿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会当将你的话记牢伫阮的心中，除掉阮心中所有的惊吓甲不安。互阮因为信靠你的缘故，来领受你所赏赐大的平安。阮将这个事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帮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搁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听圣诗320首，圣诗320首，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第一摆来双连教会的新朋友。你若无伫外口签留名卡，这时阵伫咱的座位头前有留名卡，请你写好，听互咱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这时阵咱做伙来奉献。起立来吟诵的诗歌。请坐。这个时阵，我来报告。咱的周报的第4页，今仔日是总会中会所定的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请咱为着咱的国家、社会、教会会当真慎重来推动公义、和平的事工，急难的救助关怀，以及关心社会弱势团体宣告等等的事工来带导，并用具体行动来参与、关心甲奉献。
第二项，咱本会会友就撇下姊妹洪其中兄弟的太太，伫8月初4安歇主怀，定伫8月18，即个拜六上午10点半，伫第2殡仪馆的景永楼1楼至今1厅举行入殓告别毁怀礼拜，请兄姐关心甲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第三项有小会问道理，8月17日，即个拜五暗时7点，伫9楼的国教室吼，请要洗礼的兄姐甲信仰告别的兄姐一定爱来参加，照着你所安排时间做伙来。第四项是8月26日有主日的洗礼中昼了后有爱宴的甲诗歌见证甲祝福。欢迎即摆洗礼的兄姐邀请你的亲人朋友做伙来参加，互因感受到上帝的疼。请咱的慈恩会干事来报名。搁第5项，咱教会的小会消息，咱教会要聘一个财务甲经营管理分析的主任学士会计财务相关的科系，有管理经验的搁较好。工作10年以上的资历，有会计师事务所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佫较好吼。佫有财务专业分析甲投资规划的能力。若你有即个使命的人，有即个温事的人，请你来咱的教会来报名，做伙来服侍。报名的单是伫咱的教会徐主任的所在，吼，你若知影有即款的人，也会当家挖掘来咱的教会做伙服侍。其他的消息，咱家己来看。这时咱要请咱的牧师来做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遮有一位王永久，应该是先生吧，吼，伊是住伫三重埔的所在，王永久先生。好，伫遮哈，欢迎哈，欢迎哈。第二位是张碧彤长老，这是应该对日本倒来。张博堂啊，好，请假哈，欢迎。佫有陈泰安先生，是永斌兄的，应该是后生吧，哈，伫后壁哈。咱持续为伊来祈祷哈，为伊来祈祷。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到。咱等下请这贵宾会当，咱边仔的人来带去迄个贵宾室，互咱的同工做进一步的介绍吼。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会当透过你的话帮助阮拄起，阮心中会惊吓甲不安。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阮来将阮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仰望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软弱的家庭因溃力，心内忧伤的为因带来安慰。有病痛，求主亲自医治。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等下若有需要人代祷的，会当伫礼拜煞了留点伫头前这个所在吼。咱同工会替大家来服侍，多谢。嘛，代替陈文哲甲李佩荣姊妹因来说，大家说多谢。伊的妈妈会告别式，咱足侪兄弟姊妹去关心甲参与为师，所以一只先甲恁说多谢，谢谢。这阵咱起立来吟上用的诗歌511首。我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